13級長視頻來襲。Hello，呢度係硬頸版麻雀，今日係長達15分鐘嘅多集視頻，足足13鋪，建議收藏起身當春晚睇啊！睇返第一鋪已經叫糊。5萬可以留一下，再嚟一對嘅話，7對都可以叫。啱講完就叫埋7對啦，不過6萬冇咯。上家打嘅5碰，第3個紅中搞掂，中12個，第2鋪。呢鋪牌睇落有啲難度喎。上家有冇咁好碰啊？哦，上家飛紅中啦！我仲要考慮拆邊個卡窿。上家好兇猛啊！我打熟張算啦。竟然俾我講到叫糊，好遠啊！叫上家幫我摸牌算啦。上家同我摸嘅全部都係萬子嘅。我自己摸一張睇下，都唔得。好啊，二筒冇人要。竟然俾我無鬼卡窿食到，中9個，第3鋪。呢鋪起手就已經一上一叫。OK， 叫糊3筒，仲有14萬。即叫即摸，中8個，快速嚟到第4鋪。差對眼就有糊叫。下家暗降咗個5索，咁我4索打啱咗啦。順利叫糊，正將4、7筒。點解咁多500萬嘅？呢張啱啦，中14個，第5鋪連住上一鋪嘅，非常整齊嘅起手牌。哇塞，7萬打得靚啊！上家打咗個紅中嚟跟我打嗰個1索啊！
不過佢都係只能夠打紅中嚟跟啫。四人台橋咁難嘅咩？原來係要有人喐下啲牌先可以入張，唔貪心呢個槓啦，正經啲叫返個500索算啦。呢個八同組啲起就好啦。唔理啦，食糊緊要啲。好在啲牌全部喺自己面前啫。中16個，第6鋪。二索摸成一對咁就一碰一叫。快速叫個糊。快速搞掂呢鋪，中10個，第7鋪。500萬是但嚟一個都有糊叫。啱打完4筒你就嚟7筒，激死人啦！原來要咁打法先入張，過分咯喎，又係上家要。總算叫到糊啊！又係一張起，中6個，第8鋪。依家就等超過張叫糊。4萬碰咗可以叫糊，但係呢個糊唔靚啊，唔想叫。依家都叫糊，500索仲有36萬。9索俾我都好嘅。我選擇打個內部熟張出去，依家叫500索仲有25萬。唔係啊嘛，對家碰2萬，好在碰走咗個7索啫，如果唔係我後悔死啊！反正2萬都冇啦，留下個2索先。9筒未出過，唔打啦。終於搞掂，中5個，第9鋪。
起手又係入張叫糊，依然係精準入張啊！叫糊又係一張起，中7個，快速嚟到第10鋪，唔好嚟3萬就得啦。對家碰得好啊，扯咗個卡窿4索俾我，依然係好速度啊！中5個，第11鋪，第1張就入咗個紅中啦。呢個5萬簡直係港珠澳大橋啊！依家就叫糊1死同，仲有200萬，3圈之內摸到1死同呢，我就飛個紅中嚟慶祝下。3圈咯喎，點解仲未食糊嘅？呢個時候嚟過1萬，未見過啊，唔敢打。中流啱咗添喎，中8個，第12鋪。又係一上一叫環節。7索係後對嚟㗎啦。太多對啦，當佢冇嚟過。OK， 叫糊。紅中搞掂，中7個，最後一鋪可以睇到呢度嘅一定係真愛粉啊！卡窿摸得到，心情自然好。依家就等碰個叫糊。OK， 馬上有得碰。我叫糊了，我不碰了，不碰了。你都碰了。他都玩手机还不叫糊？这牌不碰我真的没打打。咦？仲可以收個降分？點解尾牌唔係7萬啫？
仲叫對碰睇下自來法先。别的我碰啊，紅中搞掂，中7個。